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来咧个节目。5月节会到咧，5月节大家会做嘛个哦？除了疗愈之外咧，其实当出来的事情，你是重要，所以今晡日大家去小解当好是解重要。唔但像有重要，还有大家当地解像系水板啊，还有解东西，你客家解美食，所以大家咧分享你今解内边，佢哋会带来当好是解重要，当好是解水板。如果是咧绕墙解系，你讲跳港嘅，我们国际系天二台哦，开青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凯晴，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。耶，欢迎凯晴。听你咧绕墙形容系跳港用，哇，系真是个跳港用系你个吹棒仔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彩芳，很开心今天来到这边，谢谢你们。耶，欢迎彩芳姐。大家会发现想说，哎，来了一个母女档来到聊片，跟大家介绍一个好像。是一个我们客家很重视的米食哈，可是我要先讲一下哈，老乡亲朋友来少改一下。其实彩芳姐是苗栗个客家人，苗栗个客家人对不对？住过苗栗对不对？小时候都住苗栗。啊，妈妈的娘家就在苗栗，呵呵，所以就是外婆也是对她的外婆在苗栗对不对？但是凯晴没有，没有。我没有，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在台中丰原这边，对，所以妈妈是躺的是客家话，对，可是因为做生意的时候，都讲华语啊，讲福楼啊，所以就比较有一点点忘记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都听得懂。对，那不是觉得很棒吗？今天就是要来到这边重新练习，嘿不嘿？嘿没？咋个会练习？因为以前都听过啊，糖柚啦，糖柚啊，妈妈没讲哈法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太棒了哈！今老乡亲朋友来讲哈，分享几道来到两边谁，大家一款呀填充，其实好香哦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专心录音。动用就是又种啊，又来免签改水板，还有改片呛你台家讲捏板，就是这个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是大家平常很常吃的一些米食，然后重要节庆也会吃的，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讲一下。不懂记得又动改故事哈，我们先讲第一个品从到台家会少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端午节大家都要吃粽子，哎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过节的气氛哎。先不要管什么热量啊怎么样，我觉得过节就是要有过节的仪式，就是要吃这些东西。平常也可以吃，可是过节一定要吃。对，黑某就某穷狗节，某穷龙，对，某穷龙哈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超级赞的。对，你说什么？超级赞的。这个种也它有名字哦，它叫做不见天。点天，来，妈妈，你们谁好好的讲一下这个粽子，告诉我这粽子有多厉害。不见天肉粽，它是取自那个黑猪肉。OK， 那黑猪肉我们用的部位是前腿，就是腋下的那一块肉。这边对，但是这一块就是没有晒到太阳。对，所以叫它不见天。很特别，你知道为什么爱特别安狗？哎，乡亲朋友，你们大家想一下，我想说包粽子、包粽和用妞海冻。平常的事情，说真的，粽子包肉大家都一样，可是鸡豆的肉是没有见到太阳，所以是腋下这块肉有特别好吃吗？好吃，一头就是2片而已，很少。所以你们的粽子的这块的肉很好吃。对，如果敢吃比较肥的，它是插在皮那边，它吃起来是 Q 的，是比较不一样。那它的那个部位取得它的是量比较少。对，所以它算是还蛮珍贵的，是就不是一般的上层牛，跟一般那种3层肉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所以它叫不见天，对不对？很大颗，而且我觉得在这边哈，少给大家总先讲一下这个粽子，其实这算是混合，对不对？因为每次吃粽子的时候。在这个客家田喜推，或是这个客家乡亲地图台，它就有分南部粽跟北部粽。对，然后他们就好像那个打排球有没有？两边会开始厮杀有没有？对，当然各自有各自的特色，所以你们算融合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是我在推销的时候，或者在推广的时候，都说是中部粽。大家问我说，你们是南部还是北部？我说这是中部的客家粽。真的会有人问？我说为什么只有？我觉得为什么中部没有粽子？中部有粽子。没有人在讲客家粽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努力去把它推出去。中部的客家粽，对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不是内人懂哎哦，因为妈妈是有见证的，因为妈妈其实你等于是你的婆婆那边是客家人，客家，我婆婆
是东势客家人，对嘛？妈妈是大湖苗栗大湖客对嘛？家人，所以你看，你有东势，我小时候也都是讲客家话，都是因为出社会做生意做了很久，还接触的客人都是讲那个国语啊、闽南语，所以就很少在讲。所以你从小可以讲客家话。对，我说包粽子这边，就是你从小也知道，妈妈那边包粽子，就好像你有。好像与生俱来就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婆婆那边是小时候就会包了，我没有印象，我小时候就很会包了。好厉害呀！对，那以前传统的肉粽，其实客家粽用的是后腿肉，然后是瘦肉。对，但其实现在瘦肉会觉得，哎，怎么就是没什么的感觉？然后这一款肉粽是在大概1年多前，刚好一个意外，就是在中部的市场，就是一个市，就只有挑几个市场起来，然后就是代表，然后我们去就意见交流之后，然后刚好那个清水的黑猪网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我们在找那个代工的包肉粽，然后我就说。我们不代工，但是我可以联名，所以它有这一款就是不见天，那就等于是结合。我说我可以帮你做一个黑猪肉，然后是客家口味这样子，很棒哎，有听到吗？客家口味。对，我刚刚为什么要问妈妈的婆婆或是妈妈那边？因为其实你有融合客家的元素在里面，对，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虽然不是用那个水煮的，像南部那样的米，可是你在米上面也特别有选择，对不对？有米，我们一定是选圆的比较 Q。圆的比较 Q， 那个是长的话，它比较没有那么黏，没有那个粘性，吃起来比较不好吃呢。那个圆的比较好吃。是，然后会放菜脯，对，有放菜脯，有菜脯，然后这就是因为像以前挑班来钓哈嘎总提出来不用菜脯，对，这边说你们有说好吃的肉，意下的，对，一头只有2片的，珍贵的，然后原糯米，然后一定有放菜脯，然后。是不是没这么油？没这么油是后来，因为我们本来之前的人包肉粽是会把它炒好的放就是盆子嘛啊，现在我们是说，因为现在比较不吃那么油，但是会用那个滤网有没有？把炒好的把那个油再沥掉。是。对啊，我们一定会用猪油炒的话才香，那个菜不才会香。你如果用炸油不好吃，那个一点香味都没有。那个猪油比较好吃。听说减油这件事情是凯晴坚持，对不对？他说对，是对。然后跟妈妈意见不合，也不会，因为你有时候会意见不合，他要求完美，会要求会想改善，因为我们是市场起家，那市场其实就是人情味、古早味，还有就是都好讲、都好说嘛。那其实长辈吃的比较重口味。对，那我这边的话就会希望说可以调整，就是会讲说不要做这么油，不要做这么油，然后还有什么酱油是太咸，然后讲到最后他说阿伯你赶紧走，他唠台语，他讲台语，他说不然你自己做，我说他说等你自己做的时候，你想改你再改，对，所以说后来我是一开始进去我是只有销售，我后来是进到厨房后，就是进到算是后勤之后，我才就是去改。就说减少就是油啦，然后或是酱油就去调整，对，就是比较好吃。那有时候好吃是，我觉得就是合我们的东西，然后合我们口味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，对，所以我们都是尽量去筛选，然后去试那个口味，是这样。所以母孩妈妈，那现在有满意吗？很满意，因为你当时料很化，说你起大总裁都会改，现在改完有满意吗？他亲自改了，满意，而且他的要求很严格，每一样都要求完美，是，而且他很喜欢把这个东西让。他会开在庙东店，是因为那边都是观光客，他希望全台湾省的人，南部北部的人都可以吃到我们家的肉粽，太棒了。不然我们2摊是在菜市场，是，但菜市场是这个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有一些我们在菜市场经营的时候会遇到，就是北部南部的客人，他说打电话到妈妈那边，他说阿姨，我现在在火车上，我12点半才能抵达。那因为已经有好几次都这样，我就觉得
因为我们太早收摊了嘛，因为早市比较早收。对啊，因为想说有机会的话，早市太早收就就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啊，没有啦，是很过分吗？我觉得你都吃不到，客群不一样啊。是。对，然后后来才移到就是丰原，就是慈济宫妈祖庙旁边，那个地方刚好是观光客，然后还有一些进香团，就是一些婆婆妈妈，就是还蛮多人会到那边去的。还用台尬是得多嘞，对，还有外国人哦，还有很多艺人，是，对啊。那我们今天也太荣幸了吧？对，因为而且我们粽子讲好久，对不对？我讲一下，好大颗哦，妈妈，对，很大，所以你们这个叶子也是特别挑的，对不对？长叶子，而且还可能了解是我们的妈对，麻地笋，妈种芽，就是麻竹叶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大小是不是也是经过这个龟毛的？对，那个粽叶我来讲，粽叶哈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挑老的麻竹笋的叶子，对，因为嫩的话叶子软软的，你包起来不会立体。OK， 啊，你要老的话，它比较那个叶子比较硬一点，你包起来的话，它比较整颗4个角会很漂亮。啊，然后你挑这个叶子的话，不能那个什么。处理那叶子的，你一定要煮过，因为它叶子本身有一层膜，红红的，你要开水这样子滚了一下子5到10分钟，把那个红红的水煮掉，然后从那个清水洗干净，然后你这样子的话，第一个它不会粘叶子，第二个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的话，它会那一层红那个膜会粘到我们的饭，不好看，而且不好吃。这很重要，就是一定选叶子，一定要选那个比较老的麻竹笋的叶子。所以你们看哦，一个细的，对，一个好的粽子其实细节非常多，然后它中间的这些细节都很严谨。所以乡亲朋友哈，记得该做嘛按好是谁，又按到记得我去注意该事情，还有嘛该做你到大家的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来讲。今日當翻譯做你啦，大家都少改後事改種嘅吼，等下啦大家都少改係水版哦。上段節目當中呢，粽葉這件事情其實大家都很在意，因為什麼？因為講後事改種嘅，除了裡面好吃，最重要是那個粽葉香。對，讓大家都講，因為記得要種非常改大粒，所以記得頭改種熱，沒有。大小要一致，而且要够大才能够包。然后妈妈讲哇，又要洗过，然后煮过，然后又要让它好看，因为不要红红的好看，然后又要香，所以真的每个看起来都很有品质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种了，而且可是我也提别到台高来讲一下，吃粽子一定要沾酱吗？粽子不一定啊，不一定要沾酱。像我就不一定要沾，但是你们有自己做的酱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他做酱，你刚那个是哦，真的是哦，超级严格的，已经调了好久，不行倒掉，不行倒掉，用了很多种品牌的，然后一直调到最适合他的，这样他喜欢的。可是妈妈企业家就是这样开始的啦，不是吗？他都要求完美，对不对？他都要求完美，一定要这样，以后生意才会广啊，才会做得长久。我们一个动作，然后就是慢慢，你就自己亲自下去调到他自己最喜欢的。我觉得妈妈是很高兴，虽然刚才有一点点感觉说，哦，她一个口令，我们一个动作，可是对，因为他每一样都要求完美。他刚才讲的，可是他讲起来点又很开心哦，他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哦，我们就要这样照他的方式，然后间接就是我。对啊，就照他的方式啊，不然他会骂人。这是妈妈讲的，是，因为他不是就会念一下，会念一下，然后就是会希望品质尽所能去把它顾好，不要说我就问里面，我说今天如果说我就问他们，就问大家问家人，就说今天如果刚好就是总统来了，刚好就吃到你这一颗，你觉得没关系卖下去可以吗？你可以接受吗？我明白。而且我很讨厌，就是说，我觉得那家店的东西动好些，然后来找狗一卖的时候，跟我上次吃不一样，我心情会跌落谷底，我会觉得有受骗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通常都是手工，让我们尽可能去改善品质，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农产品，那其实它会影响农产品来的东西品质就
你们会有所在开落差端的时候就要先控制了，对，不就一定还是要控制。那我们是尽可能就是去把品质就是顾好这样。对对，好，所以你看乡亲朋友记得基本你出来大约总来到节目地图，其实也要带到那个酱料哈。哇，其实今天走在绕台高分享的东西甜豆嘞，所以 Andy 我们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真的是在我前面这个实在太棒了。妈妈，我要先跟你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小时候，我读国小的时候，我们家前面会有那个推车经过。对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？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因为你年轻，我们那时候就有个，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要做切割，我们也没有很骄傲，是感觉你有点年纪。我那个年代，我念国小的时候会有那个老板推那个车子是轮子的，然后你跟他说你有洗水板，然后他会打开，对，然后让你选口味。然后我有时候下课的时候，因为我只能买一个，我就会为了要买咸的还是买甜的，我真的想很久，因为各有特色。所以今天妈妈来了，太开心了。你看前面这一个，就是我小时候吃的，对，白色纯白，对，然后它当够又脆不，说实在白色的没什么味道，可是因为加了脆不跟酱油很香，对。然后我以前吃的是甜的，你们这是改良过，我们跟我爱带哈西给黑又提头粉，你知道我那个年代是有加花生粉在上面，就这个甜的，所以今天不得了了，你们还带来一个又软崩改咸的，这个就是一看就是比较南部口味。对，你们的水板也是你们粽子以外的另外一个最大的特色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们要先拱哪一张？先介绍嘛。对啊。介绍其实传统的那个白色的吗？水板，对。那现在其实比较少，在市中心市区会比较少看到。没错。所以我们就是为了保留传统，那就我们市场卖的超好的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小朋友 baby 他那种1岁了，你给他白的菜包大人吃嘛。白的小朋友可以吃一点，然后再来老人家70岁、75岁，牙齿不能咬了，没牙齿那个白的就吃白的酱油就好。我以为大家会喜欢吃蛋黄的。这是有不一样喽。市场的话是白的，传统卖的超好。那庙东的话是蛋黄卖的超，卖的超好。因为南来北往观光客很多，就是喜欢吃蛋黄，是受众客群不一样。我只有一个期望。请你们一定不要放弃白的，我真的会想放弃，是真的，因为很好吃，它太传统了。那现在年轻人来看都是怎么那么无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白白的什么的？可是如果只剩下蛋黄白的就没了。我小时候那个推车的记忆就会不见。我们蛋黄就是比较南部我知道，可是哪一个意思？黑狗那个白的，就是我们以前从小到大留下来的，古早味，太可惜了。对，古早味。所以蛋黄等于是你们结合了一些南部的口味，爱用葱猫。那天改是你们特别改良，而且很有名，听说还去参加比赛。对，你看妈妈很可爱，因为是他想出来去参加比赛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因为我们每年因为我们都在市场嘛，每年的那个6、7、8月的时候，那个龙眼都很大量哇，龙眼市场卖很多龙眼，有时候会试销，就比较我想说帮忙一些农民把那个就是增加那个龙眼，就是做甜的，对，帮忙推销那个龙眼干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说，那时候他参加比赛，我就说我们来做甜的跟人家不一样的，一般去比赛都是做咸的，好棒我们就想说。做甜的，所以那我们去参加比赛，只有我们做那个甜的。所以你们在研发自己的特色跟品牌。其实像刚才女儿在第一段节目有讲，我们干嘛帮别人做代工？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好。我觉得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，才是长久的经营，对不对？也是，我觉得这东西要看你自己的属性啊，因为我们算是家业，而且是传统的手艺，所以就不一样。代工它必须要有，你知道，要有强大的后盾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他们做的东西不一样，对，那是以后有可能另外一个发展。但是我觉得建立自己的品牌是一开始的最关键。如果你拉长线来看的话，对，那品牌不是自己说了算？品牌是别人说了算嘛？也是，我们就是对努力的，就是慢慢的，就是尽量的去推广。那我要举手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以前我那个年纪读国小，过小改时间，系讲要挑个送人来买个水板，水板都是冷的。对。可是因为如果我们到南部去旅行，大家都知道那个蛋黄大家就会吃热的，它从那个蒸笼里拿出来，所以你们这个是冷热都可以吃。对，冷热都可以，但是稍微温一点比较好吃。还是冷的比较 Q。OK， 冷热都可以吃。关键听说是在于米，对不对？再来米是不是？再来米，对，选米也很重要。他跟他讲，他很要求完美，跟他讲。选米很重要，不行他就退掉，不行我就退掉。
那我们用的湛蓝米是用旧米，那旧米做的话，它的米它会比较 Q。哦，对，那湛蓝米它的产地跟它的特性跟它的稳定性不一样。对，所以说像南部其实吃起来它是比较湿软，比较黏。对，但我们的话就是冷掉，或是就是我等下再吃的话，就是它是比较口感是比较 Q 弹的。米如果用太新，它就没有办法做到 Q 弹。哦，米如果用太旧，它如果没有处理好，它会有矿物质，就会一点点细细的黑黑的，那个我们也不能用，因为传统碗粿，我跟你讲说这是因为旧米的关系嘛，他是说你这个是环境不 OK 吧？对，那所以米的选择，还有就是挑产地跟哪一间种，其实都有一直在挑选过，它很刁，真的就是有一次我用了2年半的米就不行，我说老板，你这间米是有给我换。你看，大家以为台咖法都走水白很简单，就米磨一磨什么，你看这学问这么多。对不对？对，细节很多。农产品其实它是有特性，每个产地有它的特性。那你做出来的东西，它的特质不一样，你要找你要的东西。对。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强调说这个其实有一些融合，或是有一些改变？我第一次听我来同事讲，记得是该拍摄个水白那些，当个我们不用韭菜。你们有吗？韭菜？对。有些白色的水板上面会放韭菜，尤其是在苗栗。这边这个就是啊，这有一点点绿绿，就是韭菜，那个就是韭菜。对，你放葱也不行哦，韭菜才合它的味道。是，有的人想说放葱可不可以？我说不行哦，味道不一样。可是我们挑牌系北部没有在放韭菜耶，是苗栗才放韭菜。其实放韭菜，第一个就是这样看美感。就会吸人家吃。是。第二个就是它的味道跟它菜包很搭。哦。对，就是主要是这2个原因。是。所以那像吃这个白的要放酱油，对，就旁边这一个。对。这也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吗？都是它都好，对，就是调出，不能一般的酱油。不行。通常都是调过会比较香气会比较够。调过。对，就是和自己的我们菜包加的这个酱油是不是比较合？对，就是它下去的时候会是比较甘醇之类的，对，香气要出来。对 ，OK。所以如果去到你们那边吃的话，你们这个水板就是温温的，对不对？是常温，就像这样子，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对，就像这样子。对。那我要问一下，那如果说我没吃完，可以冰箱吗？可以冰箱。那第2天拿出来冰的。冰的加热，所以微波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分享。我们今天有一个诀窍要跟大家讲，是讲你俩，而且水白你调解都是到常温嘛，一般来温度。不过是讲去冰到冰箱停拿出来是浪的，所以我们要这样，我们要怎么加热？可以用蒸的，也可以用微波。竟然可以用微波，好棒哦！我知道女儿有第3个方法。第3个方法，直接吃下去就不用进冰箱了。对，直接放肚子，干嘛要留到第2天嘞？对，就新鲜的吃啊，新鲜的吃啊。好啦，讲想讲到大家来讲，其实很简单啦，就是说不用到甜包脆嘛，所有改胸筋配有挺手，又爱用改劲呀。可是其实微波也可以。对，但是妈妈有讲，放到微波炉上面还是要拿一点点水，一滴水，要一滴洒一滴水，然后微波2-3分钟，看看自己微波炉的那个功能。对，然后拿出来也不要摆太久，摆凉就立刻吃，因为太久又会硬掉。微波有这个缺点，对，真的就没有这个问题，用电锅蒸的没有这个问题。哇，好棒哦！那我要问一下，很多人都买回去当早餐，真的？对，我们市场很多人买回去当早餐哦，因为早餐一般都是中式西式，吃到腻了啊，就不晓得吃什么啊，都会来市场给我们买那个碗粿回去加热，隔天早上就是早上当早餐。哇，好棒哦！讲的我刚刚都吞口水。我刚刚听到好专注的，吞个口水，没错。所以其实用去没有水板，某时特别用冰箱停一拿出来，只要种哨子做这些，而且是从该跳刚用讲的早餐是早改细节的容的冻喉咙，对不对？哇，其实记得除了做粽了，其实记得改3天费中改豆好，你聊下，等下会转来，然后大家咧少改，你下刚你咪冻好时间夜班咯，所以聊下，你等下再讲。
东方宇宙的绕墙的采访阿姐，还有凯晴来到节目地，读了大家来少介记到介哦，按后续介综合版呢，记到都推重吼，哇，这生意非常好，可是还是非常坚持品质的控管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，因为长久来说是这样。好，聊团呢要开始少改嘛改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是水班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白色的，凯晴你千万不要放弃。就算我拜托你了，它是真的古早味，它真的是传统。对啊，因为它就是古早味，听出来留下来。不过聊团节目到台高的小改就是那个哦，客家人好爱吃捏板，对啊，妈妈你一定知道，超爱吃的，是不是？我小时候到现在都一样，很爱吃贵，那米食的东西我都很喜欢吃， QQ 所以这些东西我很小都会做的。哦，而且说真的，以前我们那个年代，因为客家的富人家。他嘎给夫人嘎，真的每个人都会哎，就很奇怪，就他们做这个有点像我们去煎荷包蛋，我们再去煎个蛋，他们就去做个板，很会做柜，真的，很奇怪，就客家人做柜好像不像是我们要去特别去上什么烹饪课，就信手拈来这样。对，好像跟我们就煎个荷包蛋跟炒蛋炒饭，就说你不会做柜，柜就是好像一件很大家都要会的事情，很简单。对，没有太简单啦，其实还是很难，中间要注重细节很多。我们讲一下这个，听说蛮受年轻人欢迎的。对，它真的卖得很好，它不管在市场跟庙东店都卖得超好，因为携带方便，好吃又携带方便，又皮薄馅多。皮薄馅多，听说现在有客人反映馅太多是吗？很多客人反映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就是要吃馅多的。哎，不过。不知道妈妈知道吗？以前我小时候，又是小时候，我们吃的野白，说真的皮是比较厚，里面的菜不好勺，因为妈妈说就是要吃那个饼皮，妈妈说要揉到 QQ 的，然后那个艾草的香气要刚刚好，对，而且我妈妈那个年代还会加一点点糖。让那个皮有一点点甜味啊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所以她说那个馅一点点，可是现在就会觉得又要包很多馅，对啊，可是所以女儿才会说要皮薄馅多嘛，对啊，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不喜欢。皮那么多，然后要吃馅多一点，所以说他现在要求就是说要皮薄馅多，会慢慢的去调整。是。那听说那个艾草也是自己种的，哦，就很高纲呢，真的是哈，没有自己亲身体验的人哈，不知道说真的，我阿健他们种了很多，他摘回来割回来，我们我婆婆我们要自己挑，要挑这样把那个。叶子哈，你有那个最干的又不行哦，要挑那个叶子绿绿的那个挑起来，这样丝挑起来，然后要洗在那个水啊，大水那边洗得很干净，然后再大锅去煮，熬1个多小时之后，再把它捞起来放凉，再做这个。你看，所以我们的一般市面上看到的都是会绿很绿的，更绿，那个有些就更绿，那可能就是有些是海苔粉也可以使用。一般吃的海苔粉很绿的那种，艾草比较你看我们这个是很天然的，就是有那个叶子，有根呐，那个梗呐，所以说它的 OK 不规则，可是不会影响味道。我以为越绿味道越重，不一定会那个会味道不一样，味道不太一样。是，这个很天然的那个艾草的味道，你吃的哈，我们有客人讲说，他很久20-30年没有吃过我们的艾草那个龟，一般都是用海苔粉，但是怎么会吃到我们这个这个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哎，我第一次听到海苔粉哎，也有天然的，但是就是它那个颜色深浅，其实会影响气味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也是很香，不一样。对好，听了大家来讲一天，就是动好膝盖，就是我要来申诉一下，因为本身呢，俺不哈写的是北部粽，每次都会说北部粽只是把油饭包在那个叶子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要请凯晴来帮我申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油饭，你就是把这个包在叶子里面，所以当粽子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好吗？好，你请说。油饭跟粽子不一样，油饭我们是用麻油，还有老姜。关键是麻油，粽子没有麻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油的香气就不一样。粽子是猪油嘛，重点是老姜。麻油跟老姜下去，味道完全是不一样，香气也不一样，而且它很黏，对不对？比较黏，饭比较黏，它是 Q 的，吃起来是 Q 的。OK， 对，原糯米吃起来是 Q 的，所以你们这个也是很受欢迎。听说可以客制化定制。对啊，我们的招牌就是米野油饭，
我专门在帮人家做那个明月油饭，市场一些就是长辈们会喜欢，生小啊，其实它是比较重生婴儿口味的。这说实在说真的，它是比较重口味。那现在确实有一些年轻人他比较不接受，可是其实它就是传统味道。对对啊，比较属于客家的，因为我们有对它很多鱿鱼，因为客家人都喜欢就是肉丝啊、鱿鱼啊，对对对，像客家小炒、哈嘎炒牛，对对，地肚什么悠悠，对，一定要鱿鱼、香菇。OK，对，所以其实关键就是它一定要用老姜去爆麻油，对，不能用嫩姜哦，一定要用老姜，香气才会出来。那你们知道哈嘎盖酒客家鸡酒哦，不是一般的麻油鸡哦，也是用老姜爆麻油，然后鸡肉加纯酒去煮，也是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味道。所以这就是你们也是另外一个算是店里面很重要的特色。我一开始就是以这个为主，我一开始做就是以这个跟肉粽，是一开始是先这样，后来才研发研发很多，这后来对后续就是慢慢增加品项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但很补哦，真的很补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老姜啊、麻油啊很补啊，所以吃了会立刻可能要去喝个青草茶之类的。保身。女生坐月子的时候，其实吃这个是好的。呵呵，所以严格讲起来，凯晴接手几年了？我回来家里我107年回到家里，但是我是先到市场，所以我是对外，就是去包括说这个之后我们要什么让大家知道，就是参加市政府的一些培训跟活动，然后配合丰原第一市场，其实它是全台第5大市场，是很传统的市场。然后到了2年，到了3年，现在是我回来，现在是111年嘛，现在是第五年了吧，要接近5年了吧。我就是走到后面，就是后勤，等于是说大概2年，1年多，对，1年多就是到厨房这样子，然后做一些改良。因为一开始是我这样子讲，他们不改啊，厨房不改，就到最后他说了嘛，你自己下来做嘛。对，他本来在外面顾。对，我本来在外面顾，然后跟你们沟通，你们不改，那他只好自己去厨房改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妈妈对于凯晴回来接手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你当然很开心啊！好，真的，因为第一个重点是他负责生产，我负责销售。啊，我以前都是这个是第一点最开心的，因为以前都是他不用这么累了，不用那么累，因为我们他不用做了，就是他可以少做一些。越大嘛，之前我们是市场卖完收回去，下午又要赶快做到晚上很晚啊。因为他现在是我只是负责市场卖，然后他负责生产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有一种增加人力的感觉，再加上真的是我也很。跟他讲说，你说，假如说有10分，我跟他打90分呐，打9分呐。假如有10分，我跟他打9，因为他完全是从0，都完全怎么都不会。他现在包肉粽包也很快，他快要跟上我了啊，什么都不会做的，他现在都会。炒料不会，他会啊，什么都不会，酱不会，他现在都会，几乎所有的东西他都完全都会。你会担心被他超越跟取代吗？没关系，像年轻人要做的没有，他只想要卖而已嘛，他是希望我全部做啊。对啊，因为再加上做这个真的很辛苦，年轻人要做的已经都快要找不到，而且我们的客家的东西这么好吃，我认为说这么好吃，一定要一代传一代下去啊，有人接手是最好的。以后如果说再有下一代的话，当然是可以一代传一代，就一直传下去，不然真的客家的东西真的每一样都超好吃的，哦。你好适合当这个客家美食代言人哦，妈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讲起来是发自于内心。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真的超好吃，每一样都超好吃，真的啊，因为每一样我们都很用心做，真的对啊，而且他要求品质又很高，他又没青菜的，对吧？而且你看哦，有些注意一下碗啊，什么东西，你光说那个吹蛙龟那个碗，我们找很久呢。你一般都是市场看，你可能会看到塑胶碗，可能是那个一般的普通的碗。你看我们那个是用名牌的大同的瓷碗，一定要这样的。妈妈，我支持他。对，这就是你看每一样要求都要很。我觉得台湾有非常多就是忽略了这些小点。对，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让它变得更好？对，而且连厨房设备都被你改善了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改了。他以前我才想说，他以前是设计师，然后来做这个，他就讲说，妈妈你就放心交给我，有脑袋啊，你就负责卖就好啊，你东西就是我怎么做，我说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每一样东西都要求完美，一定要
安全帽、那个戴那个帽子啊，口罩、手套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乱摸，都一定要品质要固定它一定它的水准，不然就给我叫他就扣钱。扣钱是扣，我也要扣钱呢。你就交不没有东西，而且交不来，真的是你讲100遍都没有用。我就是说跟他们说扣钱，他们就会扣钱就突然会了。现场没有，对他们就会比较就会真的把你的话听进去，就是愿意去照你。不然就是真的是，我怎么教你们，怎么教不会，然后又讲不听。但是扣钱的话，就全部都会。对啊，对我说工作没有妈妈与爸爸，大家都一律平等，没有什么说爸爸妈妈就一定要顺着你。都工作地方大家都是一样，都是平等的，不能有爸爸妈妈的，大家都一样。就是没有任何关系，就你来就是我常说就是。我现在他要求很高，可是我现在觉得怎么办？我觉得现在整个幕后常进人跟幕后老板其实是他，对，他们我是这样做，他因为都是。听他们的，我就是听他的。是，对，而且每一样都真的要求。不是要做就好好做，不然就不要做，对吧？连一件围多多，你要很干净净，绑也要绑好，不能随便都歪一边怎样？东西口罩要戴好戴满这样子。被看到没戴好，被客人投诉一次扣500。怎么办？可是妈妈，我要投票投他。年轻人做事情就是这样啊。对，口罩一定戴好戴满，自己没戴好被他发现就扣300，被客人投诉扣500。好，没有戴啊，一件围兜兜哈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做的好，为了买一件那个适合说他的，真的，因为他真的要求很高，我们也会有压力。是，因为他的连一件围兜兜。专程坐火车去台北订，我就是要这一件，因为形象，因为那庙太棒了。市场他说市场比较一间都是婆婆妈妈，比较不没那么严没关系，就是不是没关系。我懂。可是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就因为他这样严格的要求，所以今天你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品质跟成绩。这样贴，如果贴不好，他还说你贴歪一边，每天都教你贴，你贴不会贴。哎，他真的这样。我觉得我们要找一集来聊一下他们两个这个企业经营的这个理念，又嘛改 more 强了，而且我想了解一下斗大凯琴还嘛改星座的哈，就是这样。不过跟我们一起去东方一龙改走的那朵俩偏到台高的小改，所以5年街台高是总了，就要跟你们一样吃的好吃又健康，是梦一的，好不好？下次台节目分享更多的故事，走的哈。哇，乡亲朋友哈，总不台高5年街快乐，我们都天天下来哈，是总的时间没有几天都走运通哦。中戏福喜乐乐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樂界面書傾站，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，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，感謝大家。